台湾的石虎因为开发的问题，撞到这长种的危机。为了要建立囡仔人有这石虎保育的观念，中华有动物救伤农场举办着石虎保育课程。这野生动物救援人员魏兴密老师呢，特别用台语来上课，带囡仔来认办石虎的特点，了解这石虎的生存遇到什么款的威胁。 一人为一只石虎，额头有2条白线，身躯顶的花草是圆点，耳仔后壁有白点。透过老师解说，互囡仔知影石虎甲猫仔有啥物无同。伊个头只有2条白白，亲像伊家己化妆品要互伊家己感觉真水。一条含一条嘛，但我是感觉讲，若是安尼，这石虎是一点，安尼有啥无要家叫做石斑呢？石虎食无伊伫野外生活，伊袂爽掠无。 石虎生活伫1500公尺的浅山，甲人类活动、种植等等相态范围真大。根据农业部的调查，这50年来，石虎的生态地至少消失8成，面临绝种的危机。伫咧中华有动物救伤农场举办石虎保育课程，教囡仔会晓去认石虎的特征，了解石虎的生活空间会拄到什么款的威胁。石虎这个物种，伊对我来讲是一个较特殊的物种。啊，我想要带囡仔来了解讲，其实咱台湾这片土地有足一种特有的保育的动物，毋过因即卖的生存是受到足大的威胁。爱互先互大家甲民众知影讲，遮有石虎，知影有这件代志最重要。石虎伊到底是生什么型的？因为有一个最特别的，就是伊甲猫仔足干的。刷了，阮靠大调讲，互民众知影讲，你会使为石虎做什么代志去帮助伊。主办单位表示，过去民众常常甲石虎认作是猫，所以分辨因的无同是推动保育的头一步。互民众了解石虎，同齐关心因的生活环境，都是替石虎的保育尽一份心力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